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，继续来看到这位真正有上天才，你是面点仔头家，暗时变做创作歌手，互人学到伊是拉面王子，伊的名叫做王俊清。过去捌参加咱台视五等奖，摕到5道5冠的光彩。本身伊是都知赛，转去故乡接老爸面点仔，伊嘛是真爱唱歌。若是有时间，家己就会写歌创作。即嘛家己开钱来推杀个人头一张的专辑，希望大家甲伊斗相听。迄个人坐踮客厅，是阮爸爸。普通是毋敢对爸爸讲的话，借歌词甲唱出来。专辑内底3首 MV 的背景嘛，全部拢是故乡的景点。头前路是一片的黑暗，阮行左眼，坚定完成阮的梦。王俊清唱歌真好听，民国90年，佮摕到台视5等奖5道5冠的成绩。故乡伫彰化秀水，厝内开面店嘛算小可有名。伊家己嘛伫外口开餐厅，因为毋甘故乡的好滋味食团，决定转去甲妈妈的面店接落来。看伊咧煮蛤蟆面的款，真歹想到伊过去伫舞台顶的嘛是真丰盛的，因为实在伤爱唱歌，工课有闲的时阵，就会举吉他，家己写词作曲，加上亲人的支持，伊家己出钱出头一张伊家己的专辑出来。平常在面店里面有时间的话，有一些旋律的话，我就会把它记下来，然后来整理成一首歌这样子。是副业，嘛是兴趣。40岁送互家己的生日礼物。王俊清佮伫秀水办公益演唱会，未来若是有机会，会佮继续出专辑，互大家拢会当听到伊的好歌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